What the yo？眾所周知喺 Telegram 裏邊，每個敵人被擊敗之後都有其專屬嘅掉落物，可以係裝備，都可以係武器。而今日我就係挑戰者裝備敵人嘅掉落物嚟通關 Telegram。咁照慣例，你為目標就係擊敗奧達將。一開始喺個洞穴裏邊出嚟之後，再做埋嗰個任務彈。好啦，去咗打先。打過幾次之後就攞到個喇叭啦。佢呢個喇叭可以變一啲細標去幫我打怪，咁啊成為咗目前唯一嘅攻擊手段。之後我去咗沙漠啦，喺沙漠裏邊可以同呢個人同佢買一個叫 Charge Medal 嘅嘢。咁喺 Pilgrim 裏邊有啲 boss 佢嘅掉落物係需要用 Charge Medal 打過先可以獲得嘅。咁為咗盡量獲得多啲 boss 嘅掉落物啦，我只好用 Charge Medal 去打佢哋。首先係 Fifth King 啦，點解我用 Oshot 好似比用喇叭易玩嘅？打贏咗 Fifth King 之後就攞到個皇冠啦。個皇冠可以令我衝撞嗰招嘅冷卻時間降到2秒啦，但可以等我變多一隻細啲，之後就可以邊變啲細啲嘅同時一路撞啲敵人啦。咁之後去咗打 Five Head 啦，但係冇諗到我嗰啲細 beef 嘅傷害就可以刮晒，所以話決定不斷用我衝撞咗呢個裝備，佢個傷害比我啲細 beef 最高嘅。你話好唔好笑？辛苦咁擊敗咗 Five Head 之後，就攞到佢個魔法杖啦。之後去咗火山，用 Charge Medal 去打 Magma Turtle 咯。擊敗咗佢之後，就攞得一個火焰嘅條套，傷害又中規中矩啊。咁當時我心諗咧，呢個傷害應該夠打卡街嘅。最搞笑係卡街佢俾我不搞死咗。咁打完卡街之後，就可以同佢學佢個卡 fit 啦。咁為咗避免同上一集太相似，決定唔會再用卡 fit 或者係其他拳法嘅。不過卡街佢嗰啲掉落物係有佢成套裝甲嘅，咁我想攞到成套啦。於是話再次挑戰佢，只不過喂，我自己都冇打咁快咯，第一個可以打咁快，唔緊要，之後再打過。之後我去咗打 Granny 啦，經過3分18秒嘅激戰之後，我就擊敗咗佢，攞佢嗰把重錘啦。之後我去咗森林，接完呢個人嘅任務之後，擊敗埋呢個史萊姆，再打埋一啲怪之後，我同佢學佢套拳法啦，不過一樣我係唔會用嘅。咁學咗爬山呢一招之後，我去咗打 Ice King 啦，擊敗 Ice King 之後，我亦都獲得咗更加多血量同一啲 skill point 啦。不過之後我突然諗起，好似仲未打呢個 Pop of Pirate 咯。咁打完佢之後，我攞到更加多血量同 skill point 啦，順便擊敗埋 Monster Squid 之後，我翻咗去雪山去打雪人，打完佢之後，我攞到100十字弓。不過當時其實我應該再打佢一次，去攞佢個斧頭，不過唔記得咗。之後我去咗打 Profit 啦，之後我想去打呢個 Cell 啦，不過冇諗到有人咁啱好打呢隻嘢。於是我順便去同佢一齊收拾佢啦。咁之後我順利擊敗咗 Cell 啦，攞到佢嗰把雪矛。不過 Cell 佢如果用 Charge Medal 去打佢啊，會有一個額外嘅裝備啊，可以進一步加強我嘅雪矛嘅。不過佢打嘅時候，
冇咁順利啊。之後我決定去再次挑戰卡加啦，不過我都係打唔贏。不過佢最後又俾筆搞笑，唔算係堂堂正正咁贏咗嘅，不過我理得你，起碼我依家有佢成套裝甲啦。咁之後啊，去咗 Deep Dash 去打 King Sample 啦。打完 King Sample 之後，去咗卡斯蒂，去咗電玩卡哇喺 Skyblock 生存咗30 V 之後啊，直接去咗打 Highway 身，去攞個降落傘Highway 身，第一集搞到我仲鬼慘，今次我 first try 搞掂咗你嘅。不過依家有一個問題，以我目前嘅傷害嚟睇，恐怕打 O5 會非常之困難。不過當時我諗翻起打 King Sample 嘅時候，好似有啲100劍，結果一劍再配合呢個裝備，雖然好似唔應該用呢個裝備，因為我唔係喺 boss 身上攞到，佢嘅傷害就會比 Zelda 嗰把船牌高好多。於是我去咗準備打 O5 啦。咁我掘完一啲礦，攞到個 Gemstone Pickaxe 之後，我先去咗 Tailfish Island 嗰個撳掣啊。撳完掣之後，再去 Abandoned Lighthouse 同 Cloud House 嗰個撳完掣之後，落到去 Morning Hollow 個牆後面嘅隱藏區嚟玩 Parkour 啊。喂，頂你咯！為咗作為喺 Tower of Hell 有7000幾蚊嘅人，都企喺呢個 Parkour 度玩完 Parkour 之後，做好準備，話去咗打 O5 嘅。Let's go!
哇！屌佢啊！屌！